後來鄉親繼續來看苗栗通霄白沙屯媽祖經的邊啊，有一間三合院發生着騷擾的事件。這個男子光頭白日衝入去迄間三合院，當時這個門口有一個外籍看護正咧整理花草，想袂到男子無驚半人，大大方方就行入去厝內，將物件共摕咧走，甚至閣甲這個看護來騷擾，共摸人的面。厝主是真生氣，點出着監視器，呼籲當地的這個居民甲鄉客提高警覺。一個超60歲、頭殼低無矮的男子，偷偷行入白沙屯宮田宮的邊啊，這間100年的三合院內底，當時看到門口埕當咧整理花草的外籍看護，倒去和人開講。沙落個當作人厝裡無人共款，行入去內底，刷手掛幾關仔亮的，佮主動找看護問東問西。男子調講我見，後一秒向伸手及看護一邊，看護行一個隨體後，男子佮當作無代誌共款，笑嗨嗨的講把緊，就隨離開。就一直問東西就對了。對啊，對啊。好，然後離開的時候摸你哪裡？這裡啊，這樣，這沒有禮貌。沒有禮貌哈。對啊，我嚇到啊。你有嚇到？對啊。紅色叫的看護講，真正好驚到。所做當個發現物件紅點當過，調監視器看到查甫人的行為，真抓狂。神明上面也沒有什麼金牌啊，所以說他沒東西可以偷啊，臨時起意吧，所以看到以後他就拿了一組，然後其實這個我們也覺得說沒有關係啦。好，那重點是他對我們的外勞阿弟這個就是有性騷擾的舉動，這個是不可原諒。因為邊啊就是宮田宮，並且這賣是進香的報名時間人調真濟。雖然厝主暫時無要甲這個查甫人告，不過伊嘛呼籲遊客，希望留予當地民眾一點仔自由的生活空間。警方也提醒，若看到可疑的件事，隨卡110報案，卡袂這個代誌擱再發生。Hello， 我是林純佩，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或是體壇動態嗎？趕快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